內地問題奶製品事件持續擴大，台灣食品當局今日證實，連鎖餐廳必勝客外賣用嘅芝士粉含有三聚氰胺，而本港必勝客使用嘅芝士粉嚟自意大利同澳洲，正係跟進佢哋使用嚟自新西蘭嘅奶類製品供應商。係啊，咁不過咧，台灣嘅衛生部門就話，受污染嘅外賣用嘅芝士粉呢，原材料係包括新西蘭嘅乳酪粉嘅製造商恒天然公司嘅，咁正係生產問題奶粉36公司嘅大股東。而恒天然公司咧話，未知道本港嘅必勝客有冇用到佢哋公司嘅產品。咁台灣必勝客芝士粉出問題嘅情況，先交由文俊賢講下。呢個係驗出含有三聚氰胺台灣必勝客外賣用嘅芝士粉包，每包2克裝，但係三聚氰胺嘅含量就超出台灣規定嘅30倍。台灣必勝客嘅發言人話，估計已經有6萬幾包流出市面，不過強調一個人每日食100包先至有機會出問題。衛生部門話，有問題嘅芝士粉原材料包括奶精同埋乳酪粉，分別係嚟自馬來西亞同埋新西蘭。其中乳酪粉製造商新西蘭嘅恒天然公司，正係大陸36公司嘅大股東。未知係咪用咗36嘅奶來源而出問題。台灣必勝客已經全線停用有問題嘅芝士粉，又話店內嘅芝士粉同埋薄餅用嘅芝士並唔係同一個供應商，係冇問題㗎。亞洲電視記者文俊賢報導。早前新加坡同香港分別驗出含有三聚氰胺嘅大白兔奶糖，生產商宣布喺內地全面停售有關嘅產品。但喺廣州市面仍然有大白兔奶糖出售。駐廣州記者譚彩雲報導。上海冠生園宣布喺內地停售大白兔奶糖之後，喺廣州有超市仍然有大白兔奶糖出售。職員話未收到消息，生產商喺內地停售產品。咁我哋仲未收到通知，所以我哋暫時會唔會自行收起佢先？如果係真係有問題，我哋絕對會收啦。有廣州民眾話，奶類食品接二連三被驗出含三聚氰胺，影響佢哋嘅信心。有少少擔心嗰啲品牌嗰啲質量。即係唯有係買啲品牌啲比較驗得即係驗出係冇嗰啲咯。唯有喺內地市場生產近50年嘅大白兔奶糖係上海光明食品集團旗下嘅冠生園所生產。冠生園話，內地正進行相關檢測，暫時未有結果，但為安全起見，即日起喺內地停售大白兔奶糖。在香港，我們已經產品經濟召回了，在國內我們也會採取一些措施的啊。我們用進口的那個合格的奶粉，再生產大白兔奶糖。較早前香港同埋新加坡驗出大白兔奶糖含有三聚氰胺之後，冠生園已經即時停止出口同埋回收有關嘅產品。亞洲電視駐廣州記者譚楚華報道。喺澳門驗出一款樂天朱古力夾心小紅餅含有三聚氰胺之後，本港嘅總代理就話咧，本港進口嘅係北京製造嘅小紅餅，已經通知零售商回收，市民亦都可以到零售點度退貨。澳門嗰方面咧，佢嘅貨啦，咁其實可能佢哋都會有機會從唔同嘅途徑啦，買到貨啦，咁變咗我哋都唔係太清楚佢嗰批貨，即係嗰個貨次係點樣樣嘅。咁至於我哋香港啦，咁我哋都暫時係冇呢一批咁嘅貨次嘅貨喺香港啦。而喺灣仔呢間超級市場已經收起所有嘅樂天小紅餅，多間大型超市決定回收。食物安全中心喺抽樣化驗，正等候結果。而喺油塘嘅呢間零食店，只係出售由日本生產嘅樂天小紅餅。